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製作一個自走避障機器人，結合超聲波感測器同馬達驅動模組，實現自動偵測障礙物並避開嘅功能。首先喺面包板上，我哋擺馬達驅動晶片，放喺 C1 至 C8、G1 至 G8，跟住就係駁線 A1 駁去 Arduino 嘅 VIN 腳位，A2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。A3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A4 駁去直流馬達嘅紅色線，A5 駁去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A6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紅色線，A7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J1 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J2 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J3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J4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J5 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。J6 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，J7 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跟住整超聲波感測器，VCC 放 A17，Trick 放 A18，Echo 放 A19，GND 放 A20，之後喺駁線 E17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E18 駁去 Arduino 嘅 D6腳位，E19 駁去 Arduino 嘅 D5腳位，E20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跟住喺開關放喺 F25、F26、F27，之後 I26 駁去面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I27 駁去 Arduino 嘅 D7腳位，最後我哋駁電完面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駁去 Arduino 嘅5呼腳位，面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，面包板最左邊嘅正極槽駁去面包板最右邊嘅正極槽。面包板最左邊嘅負極槽駁去面包板最右邊嘅負極槽。呢段 code 嘅重點喺 setup 入面初始化各個控制腳位同串口通訊，透過超聲波感測器傳送信號，並計算發射與接收嘅時間差，從而算出前方障礙物嘅距離。喺 Loop 主程式入面，系統會不斷讀取距離。如果檢測到障礙物距離少於10厘米，小車就會掉頭並倒車避開。如果前面冇障礙物，就會維持全速直線前進。當開關關閉時，小車就會停止運作。呢個自動避障小車嘅運作邏輯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